呢個聖誕，讓我哋見證一場突破傳統嘅視覺盛宴——詠春，首度以舞劇形式登陸多倫多。功夫與現代舞完美交融，以行水流雲嘅舞蹈演繹詠春經典套路，頂級舞台燈光勾勒出力與美嘅碰撞，傳統民樂與現代配奏擊響心靈節拍。創新以非遺傳統織物香雲紗為舞服，打造跨越時空嘅美學體驗，僅限20場，12月16日起閃耀多倫多舞台。立即登錄 wingchundancedrama.com 搶購門票。在大都會之中，擁有一片保持童真的小天地，不單是小朋友的快樂，也是守護城市的一份能量。我認為輕鬆自在是最快樂的4號。Jenny。2025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12月1號於萬錦市希爾頓酒店及會議中心隆重舉行。2025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白銀贊助，賣屋專家 Chris Wu， 多倫多牙科專科中心林香欣醫生，大豐國際 Corporatus 保險理財顧問 Angel Ing， 順利參茸海味大肉行，金冠臘味美食家蘇菲名店，盈利參茸海味大肉行，常記貿易有限公司，西貢星高級越南菜館，列治文山市 Luxus of Richmond Hill 車行，圓參茸海味，巴西進口野花牌風花粉綠風教，詠春大型舞劇，Oakville 市 Aldi Oakville 車行，美子顧問 Bamber Dental Office Dr. Everly 牙科醫生，理財導師特許理財策劃師 Terry 汪仲文，膳食及宵夜提供鴻福海鮮大酒樓。當你以為你一定贏嘅時候，你已經踏入非理性賭博嘅第一步，自制、自省、自控，成為一位真正嘅贏家。新時代電視提醒你，理性賭博適可而止。大雄哥啊，